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初5夜新闻，我是嘉豪。要让世界看到咱台湾昨的这个羽毛球男子双打摕到金牌以外，伫咧巴黎的文化奥运台湾馆金曲歌王谢朋友，原来伫咧现场带动民众做伙来唱台湾歌。谢朋友表示讲，为着要声外国朋友听台语歌，伫咧编曲时阵有加入真济后壁的元素入来，互因听到感觉讲是真趣味的。 金曲歌王谢朋友和面包车集团8月初4带文化奥运台湾馆的民众做伙唱国旗歌，庆祝台湾羽毛球双打摕金牌。伫咧现场，谢朋友除了演唱家己创作的歌，嘛唱真济台湾民谣。 谢朋友表示，为着要吸引外国朋友来听台语歌，音乐旋律都有特别改编过。利用他们熟悉的节奏，来吸引他们听台语歌。我觉得他们会觉得有趣是，这个音乐形态他们都熟，但一唱台语，它好像变成另外一首歌一样。除了台语歌，台湾馆伫倒数风华主题内底，原来有无工作军元素音乐，像阿美族的 DJ 如年，就选过英男唱的老人饮酒歌来开场。 如年分享讲，伊的名伫因的生活内底是创造大地的女神。伊希望透过电影混合原住民音乐，用这款创新的方式来让世界听到台湾的声音。 我就觉得说，我做这个音乐其实就有点像是我的名字一样，我把我们的传统音乐孕孵成一个很新的方式去呈现我们传统音乐的文化。那听音乐表演团队伫现场嘛带动民众做伙跳舞，为着要呈现台湾独有的特色，咱的文化国家队逐工都有无同款的精彩表现。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 讲到这届的巴黎奥运是新冠疫情了后头一个夏季奥运，筹备会就表示讲卖超过860万张的门票，已经超过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830万张票的纪录。不过，较前的这个比赛呢，算起来大概爱台票几1000块。不过一寡卖了较无好，价钱也是有优待，一张大概是15块的欧元，大概就是台票500多块。 摕国旗拼命化，为多明年赶来的蓝梦加卷的翁仔某，伫木信区场边为家己的国家选手加油。Football, soccer, men's, and we have a boxer, we have judo, taekwondo. 那为家己国家选手加油，两个人嘛要看世界一流的选手，甚至行一逝出名地漂做比赛的场馆，算算买超过10个运动种类的门票。 We found them reasonable. Some disciplines are more expensive than others, like gymnastics, swimming, athletics. But overall, we think it's like a... It's Olympics, I mean. Yeah. The last time Paris had this, 1924. Yesterday we went to gymnastics, and we saw the Japanese team beat China in the last minute. That's too big. That's an amazing story. And when you see that, it's history. 奥运4年才一届，国家是疫情了后完全予观众进场的夏季奥运。筹备会伫开幕前就表示，卖超过860万张门票，超过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的830万张票的纪录。有很多评估就是说，巴黎奥运究竟会不会赚钱？基本上，我觉得以法国人办事的这一部分的，他收益应该是正向的。啊，毋过部分比赛票卖了无好，筹备会已经调降部分比赛票价，上俗的一张敢若15欧元。有经验的人是讲，会当考虑要来看，因为拢是奥运内容绝对袂歹，也有可能有意外收获。巴黎奥运联合采访团采访报道。那种有心要甲你骗，绝对袂分讲你是老人或者是讲少年人。就这大学生伫咧面册顶头看到这高雄小港地区有人要甲这厝刷出去，
对方却是甲讲，着爱先汇14,000来，就会当先看厝。学生钱汇过去了后，却端无厝头家来甲因带，才发现讲家己去互骗去啊！原来是有诈骗，加做是厝主去共拐。也若这厝主本人早伫咧7月就甲这厝甩出去啊！网络顶头的相片也毋是因兜。目前警方也正咧追查这个嫌犯。相片当中，倒着套房看起来正看告诉是加上洗厝地点，讲是生活机能正好，吸引大学生来抢水。啊，毋过高雄大学生甲面册部分的人加来了后，对方说讲爱先付2个月押金，万事做定金，看完不满意才搁退钱。到看厝这一天，大学生等无人才发现被骗报警。他就说我先付就可以先排到第1顺位这样，然后我就先付了。我跟他要他的身份证字号那些，他要转给我，所以我才会转过去了。刊登的那个屋主，或者是说要看房子那个也不是我们的，外观也不是我们刊登房子的啊。那我在看图样收钱啦。去网络讲的洗厝地点附近也无打洗厝广告，伫附近做生意的民众指出，已经有2个大学生因为网络洗厝被骗汇钱。我说他是叫你汇14000，他说对，今天是第2个啦。昨天就是很晚有一个也是学生啊，还好他有带妈妈来，妈妈跟他说应该是诈骗的啦。提醒民众签约前切勿交付金钱给自称房东之网友，如有疑虑应拨打110或165查证，并保存与诈骗集团成员的通联记录或简讯，向所在地警方报案。下个月多是大学开学时间，都惊个无辜的学生受骗。专家指出，伫洗厝时阵上好避开这陷阱。看房子之前就要你付任何的金钱，其实都不是正常的一种租赁的行为。就算是我真的看了房子，我要汇钱，那记得拿到那个收据里面，也要有所有的一些相关的收钱人相关的资讯。民间团体表示，伫还未看厝之前，除了唔通先汇定金，就算看厝了后感觉满意，定金上好也唔通付超过3000。若反悔无想要税，钱抢起来无法度续转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莲池潭有一座70年的古池，这内面有上百只的龟。即摆有风声讲，这观光局上紧在咧今年底要甲古池吞起来，变做是环潭步道一部分。不过地方已经是无啥讲，也那这龟要安怎处理咧？观光局表示讲，若准是本土种的龟会放入去莲池潭，外来种的龟会交予寿山动物园照顾。莲池潭这座古池已经70年历史，最近观光局考量宽潭自行车进行步道，因为古池这段转登去无通接做一个圆，打算甲古池规个吞起来，互过路人骑脚踏车拢唔免搁再含莲潭路的车相争，较安全嘛方便观光。不过在地经营15年的店家认为废掉古池会破坏风水，并无妥当。因为伊这当落就是有地理问题，怎样一定无迄啦。叶公迄、龟山迄、米林迄拢无啊，像这个龟池外摆迄尔。古池是由左营启明堂来管理，总干事表示，早前的龟无遮济，这几年因为乌白放生的状况真严重，目前已经来到上百只，主要拢是台湾龟，有一寡部分是外来种的巴西龟。不过为何清理就爱抽地下水，水源甲人力的问题歹克服？启明堂嘛表示赞同观光局串联宽潭步道的计划。第一就是水源，因为阮即摆古池是用地下水。这水源用长久以来吼，这水愈来愈抽无。另外，这水质愈来愈歹。第二部分就是伊都无人清洗，迄阵是阮家己的义工咧洗。但是即摆义工逐个年纪都大。目前嘛决定要甲这本土的乌龟留伫莲池潭，另外阁要起2座的小岛，或者乌龟通好晒日头。那另外外来的品种的乌龟，阮嘛会刷去寿山动物园。观光局表示，宽潭清水步道上尾1里路按算今年年底之前会来动工，工期估计要半年。嘛强调龟后续要安怎处理，会搁再和启明堂甲生态专家斟酌讨论。记者民政区赵勇高雄报道。开始风台过后，这水汽减少，南部地区各地头也拢出现高温，其中伫台南的玉井出现38度。即摆这一头赤影影对咱人的心脏呢加减有负担，主要是因为热人这流汗会失去水分，也会流失一寡电解质。着医生呼吁讲，着爱定期补充水分，就是惊讲汗流了伤过济，身躯内面的水分减少，血会变苦，增加心肌塌甲中风的几率。
护士等来甲病人抽血，要送验看敢有正常。像安尼，因为热到体温悬、头壳戆的镜头，近来看诊的人有较侪。风台拄走，水气减少，各地气温拢小风风，高温对人的心脏嘛产生负担。台南市立病院心脏内科医生指出，流汗流渴，佮无补充水分，唔耐脱水，血浓度嘛会变较渴，会甲血管塌咧。尤其是老大人，低血压、高血压的族群，也是会破心的人，拢爱注意。吼，这小肚会查啊，像讲你啉茶以外吼，上好啉一寡运动饮料，补充一些电解质。我拢有带茶出来嘛，啊，拢爱食一下茶安尼啊。例如讲会脱水，然后一些电解质也不平衡。例如讲，想讲你若脱水的时阵，你水分啉无够，咱的血敢是会变较渴。恁心脏要甲这个血液要甲输出的时阵，增加那个输出的困难度。较搞造成迄个血栓吼。热着分作两类，轻度是热衰竭的头壳，那严重是掉沙，体温上悬，就有生命危险。经过卫福部统计，全台7月拢总有1188人热伤害，平去年加300多人。伫台南目前这2个月上悬捌测到38度，比去年加1度。台湾温度有愈来愈悬的趋势。南区气象中心指出，20世纪8年内平均气温也1.6度。咱市区这上悬温度大概是33度、34度，不过咱外山区呢是温度较悬，有到36、37度的。长期趋势来讲的话，是会愈来愈热迄个感觉。啊，不过每一冬热的温度是无介济。啊，不过伊嘛袂讲逐冬拢一直热起，可能会一两冬啊会变较早较冷，啊，佫会一两冬变较早较济安尼。目前台湾南部东边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初六下暗开始到这礼拜六，云会较侪，会落刮雨。不过医生提醒民众尽量莫伫日头骹拍超过15分钟，就较袂掉沙。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讲这俄战争到当已经是2年过了，乌克兰总算受到北约所提供的 F-16战机，有机会提升乌克兰的空军战力。不过专家分析讲，这个罗西亚会当用来拍 F-16战机的防空武器是搁较侪，在咧短时间内，这局势可能是大大改变。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16战斗机真大的引领声伫天顶响起来，经过数百摆飞机甲外交协商，头一批由美国制造的战斗机伫俄乌战争开始拍，29个月过了后，总算交付乌克兰。对于自早以来靠苏联老战机的乌克兰空军是一大助力。Я не можу поки що детально вам сказати, які саме завдання будуть виконувати або вже виконували наші перші літаки F-16. Не маю права це коментувати, вибачте, будь ласка. Але в будь-якому випадку партнери знають, яка кількість, поки що та кількість, яка є в Україні, поки що та кількість пілотів, які вже навчені, цього ще недостатньо. Позитив є в тому, що ми очікуємо додаткових F-16. Позитив є в тому, що наші хлопці зараз, багато хлопців зараз навчаються. 现场看到 F-16数量，天顶飞2只，佮加上地面上展示的2只，至少有4只。目前乌克兰会当驾驶 F-16飞行员不足，今年会当伫美国、荷兰甲丹麦等地完训的乌军 F-16飞行员只大约20人。只是 F-16战机的来讲，也引起罗西亚反弹，枪声会攻击可能停放这寡战机的基地，佮拍落任何侵入罗西亚领空的 F-16。罗西亚初时表示，因的军队除了占领顿内茨克的一地，也拍落一只苏凯27战斗机甲160多只的无人机。乌克兰军方声明，乌军拍落41只罗西亚的无人机甲2粒巡弋飞弹。乌克兰目前会当作战的 F-16数量上少，俄军会当用来拍 F-16的防空武器上侪，代表头一批到乌克兰的战斗机，拢会用伫拍落入侵乌克兰领土的无人机等空中目标，毋是飞到前线打击俄军地面部队。乌克兰官员也讲，至少伫初期 F-16无啥可能想挖进前线，这也代表伫短时间内乌克兰恐惊也无法度靠 F-16来吓惊罗西亚敌机进入乌克兰。公司新闻新闻配编译。孟加拉政府改革公务人员任用身份的配额，却引起反政府的抗议，落被变作是严重冲突，有上百人死亡。因为总理哈西娜就批评这些抗议者拢是迫害国家稳定恐怖分子，而且宣布切断首都打卡所有的这个电话网络信号，无限期全国宵禁。孟加拉学生团体发起的反政府示威，过去这2礼拜以来，已经有要1万人互拘捕。
要一个月冲突，超过280个人死亡。这是伫首都卡达，阁有几万个示威者去行路，要求总理哈希纳都要负责而且落台。不过，所有警方甲安全部队强烈驱离甲镇压。警方毋但动用催泪瓦斯、甲手榴枪支，阁有人看到警察甲执政党的支持者用真正的枪支向抗议的民众开枪。警民冲突的场面为市中心向全市几个所在摊开。有警察向发新社的记者表示，规个城市拢变作是战场，而且有几啊千个示威者甲病院外口的汽机车放火烧了了。总理哈希纳伫甲国家安全官员开会了后，讲这示威者是想要破坏国家稳定的恐怖分子，都要用强烈的手段来压制。গত কয়েকদিন ধরে আমরা যা দেখছি যে আমাদের শিক্ষার্থীদের হয়রানি করা হচ্ছে, অনেক নিরপরাধ মানুষ বিনা বিচারে গুলিতে মরে গেল। আমরা তাদের বিচার চাই এবং আমরা চাই একটা দলীয় রাজনীতিমুক্ত নিরাপদ একটা শিক্ষাঙ্গন প্রতিষ্ঠিত হোক।示威的民众封锁主要的高速公路，抗议的学生嘛发起无要合作的计划，呼吁大众莫纳税，电火、水道、瓦斯嘛莫纳，所有的公共交通甲工厂拢关起来。因当局是甲卡达行动电话网络服务关起来。而且宣布全国开始实施宵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杜克看到这暴力冲突是惊一跳，嘛呼吁边加大政界人士甲安全部队都要靠站责。另外，示威团体按算初五会搁一家去街路抗议，按算未来这几天对两边的阵营来讲会是关键。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台股初五早起大落1807点，收盘指数19830点，68.35%，是有史以来上重的。台积电的股价也大落，收伫咧815块，688块，69.75%，一日7条就消失掉2.28条。经济部长郭志辉就表示，面对着全球性的股灾，大家就要有心理准备，这是景气循环的一部分。台股初五发生崩盘走势，开盘就一路吹，延续顶礼拜乌色拜五单日落盘1004点，透早未压出来，下超过1700点，加点来到19926点，中场重盘1807点，收盘指数19830点。博幅8.35%，半点加博幅拢创历史上悬，搁博破半年线。心里面会担心，会慌张，钱财消失，当然会担心了。小股票是哀叫，宽旺台积电也罕见盘中倒顶跌停，盘中捌跌停813块，重盘90块，创盘中上大落盘金价最后收伫815块，落盘88块，博幅达到9.75%，单日期待蒸发超过2.28条。AI 晶片出货传出杂音，外国媒体报道，回答 AI 新晶片 Blackwell 系咧因为设计欠点，会延后交付客户。人工智慧 AI 概念股，包括广达、飞鹰、飞创、技嘉、加散在翔雄，包括像宏基红全都跌停。现阶段来讲的话，最重要就是说保留子弹啊，保留资金，等待行情落底啊。什么时候落底呢？我认为至少要看3天没有再破底哦，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地方短线有所支撑。因为目前呢，大盘已经把上半年涨的6400点呢跌掉大概60%。这个通常跌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这种幅度的情况之下，应该随时都会有机会做出反弹的。我觉得是啊，因为跌得很重啊，那个现在正在大幅修正，而且是外资正在卖的时候，那或许后面还有下跌的空间啊。那所以我是认为国安基金不要在这个时候出手，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啊。就是说，它还是要保留实力，在适当的时机再来处理。经济部长郭志辉是信心的发声，对于全球股灾，大家要有准备，这是景气循环的一部分。同时，环境变动也会影响景气。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经济数据是愈来愈歹，这失业率增加，加上中东局势紧张，美股4大指数拢落，拖累着亚股的表现。8日台股就大落1807点，这证交所下晡开记者会，甲投资人发声，爱登到基本面做理性评估。金管会主委潘金龙就表示，未来这股市若是出现这款非理性的大落，会有对股市保护的措施。
美国四大指数受乌拖累亚股表现，全球股灾引起价下行的杀盘。透早有部分券商下卡 App 出现未震荡情形。盈丰金证券表示，今回早前是定级定息效能无好，系统已经伫早起11点外开放，而伫收盘了展开系统调整作业。台股初五大跌1807点，收伫19830点，创历史上大落点。第四大落点倒伫顶礼拜五，淡薄1004点。第三大落点伫今年4月19，大落774点。历史前5大落点，前4个拢发生伫今年。证交所紧急会议记者会信心发声，呼吁投资人回归基本面，理性评估。美国的这个就业报告跟国际政治形势的一个紧张所引起的。那但是在这个大家比较紧张的时候，通常会比较不理性，提醒投资人在这个时候呢，应该要审慎，然后去注意这一个相关的基本面。针对外界关心是毋是有禁空令，减少去内定稳定市场措施，监察长表示，过去 COVID-19 期间、俄乌战争期间，股市落价一定程度，主管机关会推出股市稳定措施，证交所配合办理。不过，这摆到目前为止也无具体方案。金管会主委潘金良是表示，若股市未来发生非理性大跌，会采取后期措施。如果真的未来股市真的发生非理性的下跌，我们必要时呢，会请证交所及柜买评估采取必要措施。对台股内交易节大跌将近3000点，潘金良也亲身信心发声，强调台股基本面稳健，伫亚股落个幅度是较轻，尤其一个初五盘中佫触动熔断机制，收盘大跌超过12%，淡盘4451点，创历史上大盘点。韩国盘中也落破2400点，收盘落超过8%，4年来第一摆触发熔断机制，要暂停定息交易5分钟。全球股市放大指袂调。外资股比超台股699亿已经连2倍。第二来台股不爱出席抢起也未结束，冠基金也对国际经济表示无排除出手护盘。记者综合报道。洪台经过了后，这菜价犹原是无力，高赞台介绍已经是起超过3倍，也真歹买到。台北市政府的市长自最近开始启动第2批平价措施，要求台北农产公司爱甲囤起来菜市送到超市通路，各港大概有47档来调节市场的需求。加食材高粉热点用油钱，减速鸡头家对菜价大起真有感觉。搭配进路的高赞塔比风台前已经起超过3倍，愈来愈歹买。本来佫提供人客点买，即马都爱点餐才有送，无接受点进高赞塔。台风来之前，这样一盒大概多少？大概没有，它1斤60啊，它现在1斤220了。来市场，手碗大的外国塔马豆一粒差不多15块，一包30块的叶菜类明显求水，来买的民众选来选去，感觉买不落手。比如一个花椰菜要50块、60块一个，当初是20块、25块一个。现在太贵了，对啊，昨天我买2个就100块。我这刚才跟老板娘讲说，我赚的薪水真的不够买菜了，真的啊，很贵。比较贵的现在的嘛，香菜啊，那香菜类的，因为盐水都坏掉嘛。菜价伫风台后也未回稳，亲像菜色大同啊，比风台前起97%以上，啊，各部分叶菜类起超过300%。台北农产有限公司的资料显示。蔬菜平均价位风台前1公斤37块3，一直到顶礼拜5，还佫维持伫48块9的关价，交易量嘛大幅度减少，主要是产地还佫伫复经期。台北市政府市长苏是讲，即届因为南部地区淹水严重，即马开始有第2波平价措施。主要就是释出一些裸菜的叶类啊、茄子、山药、马铃薯、洋葱，还有一些菇类。还有一些大白菜，就是比较耐放的。市长处是讲，这礼拜开始连续5天，拢总会释出差不多47档的平价蔬菜到超市的通路。若是气候稳定，蔬菜复经顺利，一定后礼拜开始菜价就会慢慢回稳。农业部统计，各县市因为凯美风台造成的农损，累计已经超过台票32亿6千多万。记者综合报道。第2进前有民众去到 KTV 唱歌，点一个披萨来食，却食到一粒螺丝，甲这个情形铺上网络。业者表示讲是行的过程设备的螺丝零件，再来到披萨顶头，也已经甲这消费者回息内容。不过这台中市的食安处也讲，要去到店家客查。
来 KTV 唱歌也点披萨来食，结果食到螺丝，民众将影片破就网，引起议论。事发点假是有名连锁 KTV 业者，因正是初三有一场10个的消费者到台中市某分店消费，餐点无细致出现其他物件，当下有积极处理，不过其他民众看法无同。就花钱买啊，然后又吃到里面有东西，就感觉可能不太卫生，会有点生气。可以接受啊，可是还是要请他们就注意一下，就是在操作过程中的一些可能程序。业者采购出品回收类，先前家己做的披萨为冷冻库提出来了后，爱透过气炸锅用火烧，也毋过迄天为下来螺丝送去落地披萨铺发现消费者反映了后，随即交代1份400块的爆皮辣椒鸡汤，佮互因包收费拍折。是因为气炸锅那个螺丝松脱，所以它跑到那个披萨里面，那我们厨房人员也没有注意，所以才让客人去吃到这样子，我们觉得很抱歉。食安处将前往店家稽查，如果查获不合格项目，将要求店家限期改善。复查若仍不合格，可依法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锾。台中市食安处强调，依据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规定，食品制成中爱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金属还是其他的杂物溶入食品中。后手会去店家稽查，若查销无合格项目，会要求限期改善；若复查犹原无改善，会当以食安法处6万以上2亿以下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癌症呢，已经是连续42年排伫咧台湾民众10大死因的头一名。因为这癌症的发生，是因为细胞基因受到改变的一直生出来。国家卫生研究院经过6年的研究，透过稳定特定卵白质的特性，切断癌细胞生长的原料来源，会当帮助这肝癌等等的癌症来治疗。解释透过结酶稳定特定卵白质的特性，破坏卵白质之间的结合力来进行降解，将会当对癌症的治疗有帮助。这个4年前的研究发现，即马有更较大的成果，因为癌症已经连续42年，是咱国民众10大死因的头一位。国卫院的专业团体努力研究，希望会当将这个发现做成药物，造福人类。它主要是可以去针对这个它们2个之间的作用力，去这一个小分子破坏这2个之间的作用力，让这个 MYC 这个致癌的蛋白质被细胞本身的蛋白酶体降解。可能癌症发生是因为细胞基因受到改变，以致正性结果。研究团队发现，真侪致癌基因是因为卵白质本身特性的问题，真歹做成药啊。这摆的研究就是突破这个困难点，阻断癌细胞生长的原料来源。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国际有名的医学期刊，也个互选做封面文章。26年来，我们总共有23个候选药物，有11个候选药物已经技术移转给国内跟国外的厂商。我们预估今年应该是有至少3个会进到临床2期。我们在很多的实验里面证实，它对这个3阴性的乳癌，它对小细胞的肺癌，它对肝癌，它对这个水母的这个细胞癌。都有很多好的这个治疗效果。郭文仪表示，这项技术已经得到咱国专利，也进行全球专利的布局中。希望未来会当甲生技公司完成技术移转，佮完成临床的独立试验，进入临床试验，为癌症的标配药物佮增加力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有影是要对处经过楼下买路财。讲到这个花莲吉安有6户呢，这头前的车路互人围起来，袂当出入。居民就指控讲，这条路确实是有去占到私人地。本地地主因为这部的关系，土地去互人拍卖。即马新地主买来，说讲爱出3倍介绍买倒转去，有影是不合理。花莲吉安乡的福兴一家有住6户，不过这6户的门口出去互用围篱啊围起来。虽然有老60公分会当行，不过车拢无法度出入。带头施工的人讲，伊是新的地主，这条车路是私人的土地，已经互法院拍卖。他们的诉求，土地的部分就是希望他们屋主可以去取得购回。好，那因为它本身他们是属于标道的这个计划道路的用地，他们合理的价位的部分要卖到大概将近60万。这里的公告地价是24100元每平方的部分。
这个土地争议主要是这6户门口头前的车路是私人的土地，虽然政府有规划做车路，不过煞一直也未停收。结果原地地主因为债务的关系，土地去互法院拍卖。住户甲新的地主协商买卖，煞因为介绍讲袂好势，无强势，才去互封路。不过安尼家己封路，敢有违法，嘛引起争议。先决的条件，他们是私有土地没有错，但是这是已经是一个继承的道路，他们也是在钻这个法律的这个漏洞啦，故意在这围篱当中也留一个人行的通道。我想这个大家都要诉诸法律的情形之下，我想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前，是不是这个有这个消防通道的疑虑？新的地主是真低调，无愿意受访。敢若讲，伊是透过法院拍卖买到这个土地，一切拢有合法。嘛强调住户其实嘛知影，因家门口头前的土地是私人的，法院拍卖的时阵煞无参与。那若这个土地到底是做私人用，也是做车路，会当由法院来判定。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这公共便所，真侪人都会想到讲真臭、真垃圾。为了要改善这公共便所的品质，环境部举办公共便所比赛活动，民众会当伫咧49个参加比赛公共便所内面选28个上佳意的出来。环境部是希望透过民众的意见，做伙来改善公共便所的环境。西门町的捷运站，满满的外国游客伫咧坐捷运进前，拢会先使用捷运的便所。真侪外国游客对台北捷运站的便所拢真懊恼，感觉台北捷运的便所真清气嘛，真利便。一般还好，是没有到很差的情况。对，因为香港的有一些比较更糟一点。不过，那个公共的便所，就民众感觉真垃圾，嘛有歹味。觉得捷运的那一种就是算非常干净的，可是我讲的是那种可能是比较户外式的那种公厕、爬山类型的，或者是公园类型的那一种，就是很脏。为了要改善台湾公共便所的品质，环境部举办优顶公共便所比赛。这届总共有49个公共便所参加比赛，包括民间企业、公共运输、观光地区、甲地方政府。环境部鼓励民众伫8月19到9月19去网络顶面投票，选出民众心目中上舒适的公共便所。企业、交通场站及油气观光。还有这一个地方政府推荐等4大类里面，来选出这个28家最好的公厕。为了要尊重多元的性别族群，嘛看到清洁人员的辛苦，环境部今年增加2个奖项，分别是优顶性别优先便所甲优顶清洁单位。环境部嘛鼓励政府机关、民间企业会当设立性别多元便所，创立优先的便所环境。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伫咧1961年起的嘉义鹿草天主教堂圣家平民病院，对2001年开始修复。为了要保留病院本地这个门窗抑个物件，负责修复病院的关爱故乡公共服务协会，就举办木造甲物件的修复工作坊。后来参加的志工呢，大家做伙来协助病院的修复工程。摕闽仔设计内面物件顶面的涂刷粉，透过数位化记录了后，改设计来保存。这一张的物件，拢是较早鹿草天主教圣家平民病院留落来的资料。负责整理病院的团队认为，透过这些资料，会当互咱来了解迄当阵沿海偏乡的医疗状况。这些信件可能都是那时候夜神部超修士，跟国外要去请他们运送一些国外的药品进来的那些信件。那这些信件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讲蛮重要的。文物整理起来，未来其实都可以开放，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曾经当时对那个医疗有多大的重要性。自2001年，关爱故乡公共服务协会就邀请社区的志工，做伙来鹿草天主教圣家平民病院到整理。经过3个多的时间，内底歹去的物件拢已经清除，建筑物的外观嘛开始修复。协会嘛，甲一个工课结合工作坊，互志工会当哪学哪做。教区负责的就是将这个外观啦，这修理又好，这基本的真正重要的部分。啊，然后内底布置，这就靠这个协会以社会力量，大家做伙来做。大家做伙伫遮做，这个感情付出对地方佮对未来大家后届人若要来遮，咱都有来，咱共讲。协会表示，为了暗算伫遮成立医疗博物馆，所以当初病院留落来物件，也是一寡门窗玻璃，拢希望用修复的方式保存落来，或者咧捌照顾沿海偏乡民众的老病院，继续会当伫鹿草传承新的历史。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根据到内政部的统计，这新德县12岁以下的囡仔人口呢，占的比例是全国第一。为了要培养囡仔活读的习惯，新德县图书馆结合着13个乡镇，做回来推广活读活动。伫9月进前呢，去到县内的图书馆，借超过3本册，就会当领到礼物。另外，有搁再规划着这行动图书车巡回活动，鼓励囡仔大家做回来看册。小朋友，你看看这车子，有红色的车子，有黄色的车子，还有呢，这个是什么颜色的？老师讲故事，互大家听，囡仔拢听甲真认真。现场阁袂少适合囡仔看的册。家长讲，阅读对囡仔是真重要，若是一旦陪在囡仔身躯边做伙读，效果更较好。我会自己陪着他读，因为小孩子他定性不够，所以我就会在他旁边啊，跟他解说之类的，让他对阅读产生兴趣。小朋友的阅读等于是他们的视野借由书本拓展开来，也奠定以后他们去探索世界的一个基础。你喜欢看什么？恐龙。为什么？因为恐龙很漂亮。你喜欢爸爸妈妈跟你一起看书吗？喜欢。根据内政部上新的统计，新德县12岁以下儿童人口比例全国第一。为了让囡仔有好的阅读习惯，新德县除了举办阅读送好礼活动以外，更用行动图书馆的概念，塞车去各乡镇，让偏乡的囡仔排档来借册。阅读现在也非常多元哦，不是只有纸本的阅读，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除了书籍之外，我们也开了非常多的系列的讲座，包含就是婴幼儿的说故事，然后还有邀请就是亲子专家来到我们的图书馆来做讲座，这些都是阅读的一部分哦。活动更特别参出版社合作，邀请绘本作家到现场念故事，给大家听，希望让囡仔自细汉就培养阅读的习惯。记者刘君和新店报道。讲到这宜兰县树峰那靶场是奥运铜牌李明远主要的训练场地，不过今年6月已经去和国产署收到登记，县政府的合约也到期。外界也烦恼讲以后要练成恐惊是无所在。那国产署是回应讲，那阵地方政府或者是训练选手有需要，因拢会当做互因。开场下图盘，教练伫边仔协助稳定场。宜兰县树峰南的靶场培育出8个奥运摕铜牌的李明远顶高人。不过，即马刷传出，因为国产署甲土地收登去，靶场会行入历史。他们呢，目前就是说有给我们等于指导了一些可行的方式，能够保留这块土地继续作为推动射击运动使用，有没有？树峰南靶场占地大约3公顷，是县府1992年规划区运会时所设的。2021年向国产署申请土地拨用，由县府甲靶场委外予宜兰县社及推广协会到2029年。不过招标作业互检举独立，虽然刑事无起诉，中区警务互法院判决要拆除乡地。今年6月18，国产署改图拨用，县府甲协会合约也停止。那我们会协助射击协会这边来持续跟国产署来做一个借用的这样一个程序。因为树峰南靶场离大台北无远，而且也出真侪好选手，外界希望讲会当继续留落来。县府表示会协助民间团体向国产署承租土地，继续经营靶场。国产署是表示，若阵因为国家政策或者是地方政府有要摕来培训射击选手的需要，会配合以委托经营的方式出租靶场。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4度。宜湖、金门、马祖对17度到34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
拜。